跟戚明峰那些事儿吧，闪闪跟我说了一些。这个雷珊珊简直太乌鸦嘴了，这也跟你说？看来你们两个人的關係可不簡單啊！不，我們倆就是好朋友，是那種純哥們兒關係，這真的。冬梅，我告訴你啊，你不能呢因為經歷過一次失敗的婚姻，就對未來的生活失去信心，你要重拾自信。我沒有失去信心啊，我一直都很有自信，我每天一睜眼睛就是滿滿全是正能量。那就好。再說了，我愛他的時候，他是一水晶杯子；我不愛他的時候，他就是一玻璃碴子。我現在有新歡了，我幹嘛還要去愛我的舊愛呢？新歡舊愛，蘿蔔白菜各有所愛，是這樣的。你只要開心就好了啊。動，站住！你鬼鬼祟祟的上我這兒來幹嘛？我警告你啊，咱們兩個早就已經結束了，好嗎？你是我的過去式，我請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來妨礙我尋找我的將來時。咱這樣吧，咱要是談的話，咱們說的準確一點，好吧？咱倆還是夫妻關係，因為在離婚協議書我還沒有簽字。我已經簽過字了，你有沒有簽字跟我沒一毛錢關係。我知道，你先聽我說，好吧？我知道你為什麼跟戚明峰在一起，我知道是為了生一個孩子。你說什麼？所以，既然你是為了一個孩子，其實你也沒有必要在他身下受這個苦，對吧？你就跟我生一個就完了。我的日就不要你管。所以，然後，咱倆要一個孩子，生完了之後，好，如果你還是不願意跟我在一起，那咱倆還是可以分開，但是這個孩子還是存在。誰跟你說我要生一個孩子的？是珊珊跟我說的。但是其實我們應該生一個孩子，基因特別重要。你的基因多好，我的基因多好，咱們孩子基因多好啊！基因？你竟然跟我說基因？我告訴你，我的孩子才不要你那麼變態的基因呢！我請你給我離開，現在立刻馬上就離開，我永遠都不想再見